4歲功名，一生一次。香港馬壇打比大賽象徵住4歲新星榮譽與夢想嘅最高舞台。而今年嘅打比大賽喺3月22日喺沙田馬場舉行咗啦。過往幾年每逢打比大賽，我都有入場參與呢個馬壇盛事。架車咁靚，一於打下卡先啦。呢個馬壇盛事當然吸引到好多本地馬迷朋友同埋國內外朋友入場參與其中。今次打比大賽，我就特別關注由尤達榮馬房訓練潘頓策騎嘅紫荊傳令。未跑打比之前，潘頓喺第4場策騎3號手機標徑排13檔，出閘後從大外檔切入直路前跟手第3位，最後200米喺中檔衝刺勝出。唔通佢預演咗第7場打比大賽嘅走勢？話咁快就嚟到第7場打比大賽，呢場馬有14匹馬角逐，我就嚟到亮相圈睇參賽馬匹。已見到13號紫荊傳令行得好淡定，面對一眾高手都無懼色。另外2號馬數字天文狀態好 fit。開跑前我決定以潘頓嘅13號紫荊傳令20倍冷馬做膽，買單 T 4連環拖1、2、3、5 10蚊注，一於跟從已故賭王所講，小注怡情。呢場打比大賽14匹馬已經入晒閘，準備開跑。一出閘後冇幾耐，大外檔2號馬數字天文已經從外檔切入，慢慢領先群區。而另一隻馬13號紫荊傳令亦都跟隨住，出其不意咁樣跟前跑，採取一個主動嘅策略。好啦，數字天文呢一路呢就放頭領跑，而13號紫荊傳令呢就跟住佢嘅後邊。喺入直路之前呢，呢個位置冇改變嘅。好啦，進入最後400米，數字天文撒開大步想拋離群區。呢個時候紫荊傳令想衝前挑戰，但係似乎力度不足。呢個時候中內檔5號馬白鹿金剛布文策騎一舉而破，直奔終點。而3號紫荊盛世跑第3嘅。雖然紫荊傳令喺今次打比大賽只能夠跑第5名過終點，不過騎練已經盡佢哋所能，將現階段嘅紫荊傳令發揮到最好。相信未來嘅日子，只要隻馬健康良好，保持進度，好快會有更好嘅表現㗎喇。其實人生同賽馬都有不少相同之處，每個人就算盡咗最大嘅努力，亦都未必喺一件事上面取得成功。不過一件事嘅成功與否不代表一生，只要繼續尋找下一個目標，奮發向前，最終都有機會成就一個美滿嘅人生。好啦，今年打比大賽講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睇，再見。